告。有啥人在我心内，也孤单也感慨，到底为啥来真像茫茫的人海。微微哦，这次这样。原来这个是探戈啊！微微的钟声。好，通过，好，厉害厉害。我心内思无的人。好，通过，好。酒醉的他，哎呦，嚯，哎，酒醉的探戈。通过。好，张宇。把我的宝贝。又到了我们这个竞赛的单元了。俗语说得好，不是猛龙不过江，不是冤家不聚头。歌场呢如战场，歌手若想能够在我们歌坛上面扬名立万呢，那是必须要历经过多少大小无数的战役呢，以及残酷的考验，那么才能够崭露头角。正所谓未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有啊梅花很好啊！今天前来我们参加竞赛这个的单元的巨星啊，一共来了4位，4个人可以说是旗鼓相当。是哪4个人呢？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。第一位出场的是张宇先生。说一个谎言，圆一个谎言，我们爱得多么危险，谁也没发现是自己让这份感情毁灭，因为都想被安慰，竟然以为承诺能减少眼泪，忘了真心的感觉早已经面目全非。接下来介绍的是施文彬，哎，欢迎他。哎呦，你若分袂清，我才坚定的感情，讲离开就离开，将咱的过去来放一边，深深的心痛。无情通几换，用心将爱来交予你，只剩我陪我的痴情，听拢袂停。好，施文彬，请到这边来。接下来介绍的是罗时丰，是咱情缘已经断了，也是缘分已经尽了，感觉无去了，情路清清彩彩我袂晓，是咱爱了无够，也是风我袂当陪你到老，感情到最后。
听 M 先生。雨停了，天空中凄美，仿佛劝着伤心人别流泪。看着你和他在窗外默默相对，是我走不进的世界。这次选拔的名称叫“歌坛四小龙”啊！哎，小龙哦，哎，小龙不好听啊。真的吗？飞哥这样子啊发展，人现在流行四大天王嘛。对啊我们不要跟人家争四大天王，是的我。们四大天龙的，好吧？哦，也好，四大天龙。可是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，只能选出一大天龙而已。哦，对，那我看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。气长的，跟他几位瓦人，4个人能够这个被我们称为四小龙的选拔，我想你们一定有持不同的意见，请稍微分析一下您身边的几位，他们被称为才子，您个人满意吗？施文彬啊，其实这么娟秀的外表之下，隐藏着一颗奋发向上的心。哎呦，真的，谢谢，奋发向上的心。你觉得他？但是为什么一个人要奋发向上呢？就是因为天分不够。谢谢。好，那至于像黄品源，哎呦，当兵回来之后啊，能够一样这么平步青云的，更是少见啊。少见。对，不过只能平步青云而已，没有办法更上层楼。罗时丰先生平常这个人啊，完全都是拍马屁出身的。哎呦，像我就不一样，哎呦，我完全集中于他们所有人的优点、缺点都在一身。这个就厉害了。对啊，我也拍马屁，但是我天分也高，我也努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还能更上层楼。大头鬼先生，大头鬼。张宇呢，非常有才华啊，可是他有一点非常不好，就是心地不好。听他刚刚讲我们这些人，你看你就知道他这个人心地不好。所以这个讲得好，就你不说我们也知道。我觉得呢，要计较哪里？要计较这里，过人的脑力，这个比较能够这个饮水思源，或者是这个这里说细水长流。对，他是在讲细水长流，讲成饮水思源，但是这个头脑跟饮水思源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他有办法这样马上就跟上来，这就厉害了。该罗时丰是要当一个天龙的领导者，这个一定要有过人的这个脑力嘛，对不对？以资历来讲，姜还是老的辣。好。年轻人一定是要有自信，马上给你们做最严格的才艺大考验。从施文彬先开始。好我想这个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平常都是听我唱抒情的闽南语歌，对。但是我想这个一个歌手他能够把自己的歌变得不像他原来自己的歌，那需要有很大的度量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我今天要把《伤心酒店》变得非常热带的拉丁情调，是这样子吗？对，掌声鼓励，听听看。好。这是唱《伤心酒店》吗？起档啊！冷淡的光线，哀怨的歌声，饮酒的人无成正。世间的繁华，亲像梦一段，也是无甲绝。暗淡酒店内，悲伤啥人知？痛苦吞巴来，一杯搁再来。你若有了解，莫问阮对倒位来，莫问阮对倒位来。不是开玩笑的，真的。谢谢。真的。接下来这个才艺部分到张宇了。我来啊！我相信您一定很紧张，是不是要放弃啊？还是下周再来参加？不过我觉得出来参加这个比赛，还要带这么多的家私，哎呦，给西实在是
这只是靠外力来帮忙。对，其实不用啊，我就现场取材好了。你是来一个口技的？那我们现场取材好了，这样子。取材。我找我的学生起来一下好了，孔锵，所以我都不叫他孔锵老师，我都叫我的学生。哎呀，你这个这样子的话，你是要边弹边唱，需不需要一位美女啊，给你有一点 feeling 啊？这样也可以啊。哎，那我们就旁边这位来鼓励一下，来，来。眼睛要看一看人家的。哦，那个是英国的韩特说，地球有2个世界，一个是疆界与戒律可以衡量的世界，一个是我们的心与想象力可以感受的世界。知性世界，欢迎您收听。阿弥陀佛。这跟这个什么关系？不是啊。 Ask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. I of course replied, something here inside cannot be denied. Said someday you'll find all who love a bride. Oh, I of course require something inside. Smoke gets in your eye. 他自己来牵我的。Smoke gets in your新郎新娘送入洞房。谢谢。你看看这个美眉，她多大方啊！非常谢谢。叫什么名字啊？沈曼莎。哎呦，从外国回来的。哎呀，果然不一样。那我们镜头看一下。哦，沈曼莎。对。用英文访问一下，拜托一下。Where are you from? Yeah, good, very good, very good. Los Angeles. 什么？你起的工资他是说几岁？什么 How much？ 他是要问几岁的 ？How old are you 的 ？How old are you? 5. Thank you. 谢谢你 ，Thank you very much. 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，哎，谢谢。哎，还有一个人，我觉得他没什么才艺，他一定又是要迫害我。哦，当天龙不一定要有什么才艺啊，那才艺你像你们那些用学的，花一点时间学就学得起来了。对不对？我从小也是有那种环境啊，我是不学而已。是，真的吗？哎，我是快听不下去。接下来的极致歌曲大考验，孔锵给什么节奏，马上就要开始来接过的人就可以跳过去。不一定按照顺序来，看什么样节奏，你们就想那样节奏的歌曲好 ，OK？ 来，恰恰好。谁先想到谁就可以先来。打扮就妖娇的模样。哦，你要有个 key 嘛，你没有 key 我怎么唱呢？孔锵受不了了，孔锵俩红了，你看，真的是哎，不要说孔锵，连我都说。我是先出来丢呀，这真的。我先出来示范一下错误的。什么错误的？那行不行？他现在他的歌呢，已经提供出来给大家用，谁先抢着谁先唱。1, 2, 3, 4, 1, 2。打扮着妖娇的模样，为人客摇。
我的宝贝都送给了你。这条不是啊，一通，现在就靠这个宝贝到处在混，这说得过去吗？3个人没通过了，剩下黄平。哦，送黄平是吧？不是，我刚还没唱嘛。啊，我刚还没唱。你们3个都已经没有了。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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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无也无看手顶的这是恰恰吗？对，这是恰恰。好，鼓励一下，恰恰通过。第2个节奏。好，马上换了。好，要跟 Jellyba 有关系的歌曲。我有说考舞蹈吗？全部放弃的，全部放弃的。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，它告诉我现在是春天。好，换人了。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眼里最显耀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通过。玫瑰玫瑰最娇美，玫瑰玫瑰炽热心。通过。好，淘汰。好。微微的中山，微微的中山，那不是啦，那不是啦，这跟微微的中山淘汰，还有谁没唱的？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你的脸上，做个爱的标记。好，通过。那南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低声低唱。好，淘汰。只有这个歌是论吧，这个跟这个什么关系？停。制作单位要做统计啊，看谁通过几首歌啊。接下来快改换 tempo， 想到的人就先来。Tango。5。啥人在我心内？也孤单也感慨，到底为啥来真像茫茫的人海？微微哦，这次对。原来这个是Tango啊！微微的中山。好，通过。好，厉害。我心内思无的人。好，通过。好。酒醉的哎呦，酒醉的tango。通过。好，张宇。把我的宝贝。我就说他一个宝贝就要混了，你有几个宝贝啊？哦，哦，Solo Milo。哎呦，厉害。 Come home, my darling。哎呦，好，鼓励一下。Kiss me, my darling, bring mine tonight. Tomorrow will be too late. Kiss me forever. 换一首啦。 My whole friend. 哎呦，哎，你刚把好把最后我的一句唱完宝贝。行了，Tango 也没通过啊。哎，也不是我讲，你们可以了。接下来又是开始玩舞的了啊，请来一点特技的音乐。哎。哦。
那再一次。原来当天龙还要学海狗啊！啊，这个也算啊。好，接下来音乐，哎，啊，嘎嘎嘛，哎，又不是猪。耶！ All right， 你们不是玩这个啊？啊，慢慢嘴巴一人咬一个筷子啊。哦，咬筷子啊。接不是咬ฝั่面这边，哦，接橘子啊。哦，好，一点钟甜啊。好，已经有感觉了啊。好，请就插局位置哈。厉害！哦，刚才施文斌没插中啊，现在换你们两个，如果你们两个也插不中，他就已经得分了。啊，这不行吧？嘿。他是最后他怕了，他就闪开。你干什么？哎，不用在里面对。施文斌，你看，年轻人就是不一样。你看这，这个打过去人挂掉了。嘿，哎呦，很厉害吧？好，他已经抓到诀窍了。假牙还在不在？有人不想当天龙了，不想当天龙了。嘿，哦，加油！哎，哎呦，哎呀，厉害厉害！罗天龙先生，嘿。你这个不算啊，用手的。你凭什么用手啊？你这个是莫名其妙，他已经放弃一次机会了。不，再来一次。不，你用手那个。你已经淘汰了。2次而已。2次，你第3次插中也没用了。哦。人家已经插进2个了。哦。还有，如果你们不想再继续，他就是已经是这一关他得分，还要啊。哦。他中过1次没有？中过1次。嘿。哦。哎，是要放弃还是？他有没有中过1次啊？他有中过1次啊？对，还有1次。这个你看看，这个是跟丢的技术有关系。让人丢2个啊！飞哥，这个人可不可以直接淘汰了，好不好？哪里什么这样丢2个人？好，那现在不用比了，这一个回合黄品源获胜。啊！请就抢答位置，开始提示。哦，好。罗时丰按了。不是啊，你弹啊，我这来猜。没有啊，没。好，他已经放弃，换他们3个人。啊，第1首歌，什么歌？好，什么？那个只要我长大，只要我长大。哥哥爸爸。不对。好。什么？什么场上聊天。喷。什么？哎，我没打喷，喷我啊！第2首，猜什么歌？好，什么？等一下。好，全部喷。好，什么？情难枕。答对了，其他3个人喷。
厉害厉害。第3题，好，停止，好，没有人按啊。没人按，为什么喷我们啦？本人这里没机关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你若讲啊要啊死啊有啊高啊大呀，叫我一来看来。要唱完才行，要请给他唱歌名啊，哦，看芒瓜。看，答对了哦，第3。接下来第4首歌。好什么？好，知道了。出凡，什么？快乐的好，出不是发。快乐的出榜。哎，罗时丰答对，黄品源喷。哦，我是先唱给你听。哎，他先，他说快乐为出旁。不，我先唱的主题出来吧，我这边讲你，你就给我唱啊。想要得1分。不是，这个是应该是我的时间嘛，他怎么可以抢呢？我还没有唱完啊，我唱完才要讲嘛。你说给我这个唱啊？啊，你说是我这个时间啊，我倒啊，无这个是我倒的时间，我还先讲啊。我倒的时间我先讲对吧？我跟你讲，你这理论，好。喷，啊，从头听1次。啊。给你们从头听到尾。啊，我的宝贝都送给了你。喷。坏掉了，大家回去已经坏掉了，已经喷完了。第6题，好喷。这么弄主唱人啊，是猜主唱人。张宇先按。哦，李佳，我先按不是？谁？李佳。李佳，不啊？对了吗？好，其他3个人喷。啊，接下来。好，罗时丰你按了。一年有那360。主唱人，姚苏蓉。哦，不是。哦，其他3个人喷，好，算命。那个蔡秋凤。好，其他人喷，好。第2类型，唐诗文学类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请接下2句。谁可以抢？好，孤舟蓑笠翁。钓鱼。独钓寒江雪。好，全部喷哈！哎，由别人替你们回答。唐诗《长恨歌》的作者是谁？白居易啊！我对啊！他找的，其他3个人喷啊！红豆生南国，春来发几枝。好，什么？劝君多采集，此物最相思。其他3个人喷哦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，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。这首诗的诗名叫什么？春晓。好，其他3个人喷哦。第3类型，综合类。请问美国总统克林顿此次亚洲访问第1站是哪个国家？南韩。好，其他3个人喷哦。有一件东西是你朋友的弟弟的外婆的妈妈，请问这到底是谁的？他妈的！哎，答对了。请问孔锵老师的本名叫什么名字？好，这个亮的谁？好，谁？你先亮，对，他的本名叫什么？庄永轩。哎，对。为什么到你的题目要加强效果？龙兄虎弟开播是在1993年的几月？好，1993年的4月。错。好，几月？7月。错，喷。3月。答对了，其他3个人。好，题目已经结束了，到前面来，谢谢。统计分数已经出来了，罗时丰啊得到这个龙尾，也就是最后1名4分。同情的掌声鼓励一下。
这黄品源这也不简单，刚好是罗时丰的1倍，8分。哦。施文彬反应不错，每一项挑战他胆量都很大，得到10分。哦，谢谢。但是施文彬呢，得到那么高的分数却屈居第2，因为第1名是张宇13分。谢。所以我们要开始颁奖典礼，请来一点隆重的音乐哦。非常恭喜张宇先生得到我们这个龙兄虎弟竞赛。其实今天呢会得到这个奖呢，哇，完全是后面这3位朋友呢的鼎力相助啊。因为其实刚才在还没有开始录影的时候，他们就教我很多的东西，所以还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哎，不错。其实尤其是黄品源，吉他弹得多好啊！对啊，其实看到他那一段，真的大家都吓昏了。对，不敢再表演了。对。4个人表示交情不错，将来日后还要一起携手合作，给我们合唱一首指定的歌曲，好吧？好，欢迎我们这4大天王给我们带来的歌唱。早到晚头打拼，路上开看规山坪。嘴念面拢的歌声，头里歌声念袂停。伊的歌文真好听，才会流量改出名。有听声无看呀，有咧咧，我听啥呢？有咧咧，我才有咧咧到底。心转思酸，幸福的一行，黄沙土水甲你求亲情。非常精彩的歌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继续欣赏我们的龙兄虎弟。好。该怎么选总统啊？